英文未定白。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湖山头水库风景区。Evergreen Class Chinese New Year Ambition Class End of the Year Repentance Class 吊桥 Jointing Lightning 1、2、Wisdom 3、4、Class 5楼及 Junior 地下室与厨房餐厅 Supernatural Drum 武圣 Brandish 宫 Lion Team 供奉五大菩萨 Slowly The Holy 民国 Temple 98年落成启 Shang 用 Yun Sen 开放 Matriarch 国外佛堂 Shang Yun 到场活动照片2005 AD 参访联谊 Rock 庆典活动 Association 重要网站15 Holy 展望 Temple 到场简介 UN 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 Quang Tao Shen UN Villa 名 U 产 Holy 流 Temple 产 6 菠萝蜜2009 AD 98 Rock 特色感想 Quang Tao 彰义化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93 Rock Tao Yu Ho Unit 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刘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六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官3600圣48000贤2007 AD 96 Rock 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96 Years Rock 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96 Rock Tao Guang Hui Tao Nantu 附近社子村镇安宫2009 98台南艺术大学 Tao Society 湖山头水库风景区 Quang Tao 天坛吊桥 Headquarters Website 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何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https://youtube.com/channel 石井号辽文版网络翻译成果仅供参考。2023 0607井号一贯道神元山庄一和圣堂简介2013年版练习作品井号 I 王超轩 UN Villa U Ho Holy Temple I 国内 am 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 UN Villa U Ho Holy Temple I am brief It is short 正 to 训文物 introduce I 王一楼有超读经轩教室 UN Villa U Ho 佛乐 Holy 班教 Temple 室 TSC Shen Pavilion 三 Madrina 韵合 Garden 唱团教室 Sage Temple 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 Wu Shen TOU 举办道德经班 Suspension 儿童读12345经师资培育讲座2009 AD 学界英文道义班 Villa Fairyland 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 Yuho Ta TSC 办公室与 Shen 交易 Pavilion 厅 Madrina 义和众志爱心会Sage 3600一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是 TC 真
半先天母图及神龟罗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典传师各有一间休息室。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参考爱详单位。六祖坛经班、文理班。长青成人读经班。儿童读经班、启慧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祥塑料组、资源回收组。劳务检讨、干部研习。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度众办道。教化成全，救急济贫。2楼后办是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字有20个字，代表五教 A 道如何回教教义。可以儒教为主，居中及上帝真宅，象征五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及上方大钟形建筑，晨钟象征醒世。开经典班、鲜活班、天人合一班、青上人才教育班。举办正华新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地下室开长青班、新春志向班、年终悔过班、联合启慧班。4年制学界教育课程，教师之至善班、在学班、金钟班。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鼓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武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到6甲做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即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
一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000周堂。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UN Villa Uho Holy Temple 6 2009 AD。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102 Rod Uho Holy Temple。请听之Man Show Wang Tainan。母亲节感恩。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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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TKT TV https://youtube.com/channel 11井号高棉文版，网络翻译成果仅供参考。2023-0607井号一贯道神元山庄一和盛堂简介2013年版练习作品井号 I Kwang Tao Shen Yuan Villa Yu Ho Holy Temple I and Brief I Kwang Tao Shen Yuan Villa Yu Ho Holy Temple I and Brief I Kwang Tao Shen Yuan Villa Yu Ho Holy Temple 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由弥勒园 Maitreya Garden Sage 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 University of the Arts Wu Shen TOU Reservoir Scenery District Heaven Platform Suspension Bridge 95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6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TC Village Maitreya Ji Gong Wang Shor Ying Grand Elder 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 Grand Elder He Senior Chen Ta Sen in Chorus Group XIN 明寺 Ta D参加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U Ho 9 AI Shibong Unit Liu Za Ten Jing Chong Ching Kong Summit AI Shibong Vegetarian Material 南起点传师联理同指导前人3年4日 N 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参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2004 AD 93 Rock 宝光主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身为特泰流行义主南行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行义主府城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
Sheng Unit Sing I Division 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I Division Shen Yuen Villa Yu Ho Tao Hualien County I Quang Tao Shen Yuen Villa Yu Ho 宜兰台北道亲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Tao Villa Tao 2007 AD 96 参访。台南县2007 AD 96 山庄参访。Tao Guang Hui Tao Fa Yi Division Nantu 22 2009 AD 98 96年省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 There 参 are the 访。World Quang Tao Headquarters 000 98年2月22日参访南投光花套轩光会道务中心及菩萨馆。现 www.google.com.twtkt TV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12动增加罗文奇兰文版网络翻译成果仅供参考。2023-0607井号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2013年版练习作品井号 I Quang Tao Shen Yuen Villa Yu Ho Holy Temple I and Brief 香港、澳洲 I Quang Tao Shen Yuen Villa Yu Ho Holy 很多 Temple 国家成立一贯道总 Quang 会， Tao Shen Yuen Villa Yu Ho 例如中华民国、 Shen 美国、 Pavilion 加拿 Maitreya 大、 Garden Temple Sage 印 Temple 尼、泰国、日 CC 本 Village 等 Gen 等， and Temple National 并有一 Taiwan 贯道世界总会。 Shen TOU 重要网站12345遵守圣训，修道古老化，办道科学化。 Yuho Holy Temple 以 TSC 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 3600 48000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000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前人在生时买地不吝给人走的大德。重庆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吉星建武圣宫提供道亲及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源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2 06-690-0008。上 U 涛21 I Quang Tao 台南市关田区社子里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2006 AD U Ho 谢谢观赏。 2006 AD 95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 Tao Shen Yuen Villa Yu Ho 6 2009 AD 98 Year Rock 98年8月台语版出版。 2004 AD 100年3月6日，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和平护国文化新纪念7大典活动。第一98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理真传。 2007 AD 96 Rock 2007 AD 96 Rock 8月中英文字幕对照版2007 出 AD 版， Villa 拼音采96用 Rock 国音第一式。 22 2009 AD 98 圣 Rock 堂国乐团演奏。 Wang Hui Tao First Rock 感谢台南艺术
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琴婷老师、王梦桥老师教导。Quanta 000 62009 AD 一贯道数位图书馆2009 AD 98 Rock 2013 AD 102 Rock Yuho Holy Temple Orchestra 请记住 Mental One Time http://www.google.com/www.youtube.com/channel 13井号尼泊尔文版，网络翻译成果仅供参考。2023-0607井号一贯道神元山庄一和盛堂简介2013年版练习作品井号 I。2013 AD http://www.google.com